哇，今天小朋友都穿小鸟衣服。小朋友，今天是什么节日？母亲节。有母亲节哦。哎，父亲节。也啊。两个都很近哦。啊，这里的父亲节是6月哦，难怪很近。谢谢你提醒。哦，你们知不知道母亲节怎么来的？大朋友、小孩。不敢讲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有多一点勇气给鼓掌起来啦。有没有哪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母亲节怎么来的？母亲节最早为什么会纪念母亲？我们都知道啊，我知道的是美国有一个人纪念他的妈妈，所以别了康乃馨，那是康乃馨的开始。但是母亲节怎么来的？最早是从希腊要纪念希腊那个宙斯的妈妈。好，我找到最早的是从这个地方，然后他是那个字我不会念哦，这个字我没有看哦。他说为了要纪念这个宙斯的妈妈，所以有一个荣耀这个神的日子。但是到17世纪以后，小朋友，我等一下问你们哦。17世纪以后，英国的教会把它改为表达耶稣的母亲对耶稣母亲的尊荣。小朋友，有没有人知道耶稣的母亲叫什么名字？Mary 好 ，Mary。你想要讲，但是不想要用麦克风，是不是？好，那我记住了。好，那所以英国的教会把它变成纪念耶稣的母亲。当然，这个是因为在宗教里面纪念的是耶稣的母亲。如果是在台湾，就有可能是纪念谁？有可能可是到17世纪的英格兰演变成对母亲的敬意。可是很特别的哦，在英格兰，他们这个对母亲的敬意是怎样？他们要在这一天要回家去看他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去看爸爸妈妈？因为是母亲节。没有错，是母亲节啦。但是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说在母亲节的时候要回去看爸爸妈妈？因为这一天对他们来讲是团圆的日子。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英格兰慢慢的开始要准备进入工业时期，所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环境不好，他们的家小孩都怎样？出去做工。他们要出去做工，所以他们特别选了一天让他们回家，就是在这一天。哎呀，讲看妈妈的名义回来，然后听说呢，雇主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主人、老板，老板会让他们这些来做工的，他们很多是童工，就是还没有成年的，让他回去看爸爸妈妈的时候。顺便给他一个，你想太多了。康乃馨是后来从美国才有，给他一个蛋糕，让他带回去跟妈妈一起吃，这是最早的。那我们现在都怎么庆祝母亲节呀？用康乃馨。我告诉你们我找到一个。很有趣庆祝母亲节的方式，在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有一个塞尔维亚人，他们的母亲节全世界的母亲节都不尽相同啦，都不是同一个时间。他们的母亲节是在圣诞节前的2个礼拜，圣诞节前的2个礼拜然后他们的习俗是什么？是母亲节早上的那一天，拿绳子进去妈妈的房间，把妈妈绑起来。这是我找到最特别的庆祝母亲节的方式把妈妈绑起来以后嘞，等妈妈醒来的时候，怎样？
妈妈要求孩子把它放开，改套图，然后要用什么跟孩子交换？用事先准备好的礼物。有特别哈？有听过吗？没有听过哦。哦，我多辛苦去找到的呢。南斯拉夫既然有这种，早知道那时候的，赶快妈妈把它放起来。就是小孩听得懂吗？把妈妈绑起来，然后妈妈说放开我。好，那你要给我什么礼物？所以妈妈就要事先准备礼物。我都在想，妈妈准备的礼物如果不够好，是不是只能绑一整天啊？这个不是恶意的啦，这是跟妈妈一个很棒的互动。但是我想请问，其实我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但是我想要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创造新的故事。我们常常在听别人的故事，但是我要问，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我们的故事是什么？我们怎么过母亲节？对我们而言，小朋友，你有没有在母亲节有特别的故事？你有没有在母亲节有特别的一个做法？你有没有说我们家过母亲节的传统是什么？大朋友有吗？可以提供一下吗？你们家都怎么过母亲节？我们小孩在学哦。你现在讲出来的就是我们的好榜样哦。不用绑在床上啊这个给南斯拉夫的去绑就好了。请问我去外面吃饭，小朋友有听到哦？那个我们这边这边的大朋友过母亲节的时候会带爸爸妈妈一起去啦好，爸爸妈妈一起去外面吃饭哦。还有没有？还有阿嬷。还有阿嬷，不要把阿嬷忘记啊！我提醒大家，我们现在在创造我们自己母亲节的故事。我们的小孩怎么过母亲节，就是看我们怎么教他。到教会。到教会，小朋友你要记住哦，母亲节的时候要到教会来哦，然后要带爸爸妈妈、阿嬷一起来。阿公啊，阿公也可以一起来哦，来。我忘记了谁？我忘记了外公，还有外婆。对，很好。我们在创造我们的故事，我们让我们的小孩知道我们怎么过母亲节，我们也期待以后他怎么对待我们过母亲节。还有呢，要讲就赶快。还有什么过母亲节？送礼物，有没有送一台车的？不要小看我们的小孩子，不要小看我们的小孩子，把我们的分量放在他的心里面。什么？我们的要求放在小孩子上面。我们的不是要求哦，不是要求，不是要求。要按摩加洗碗，来，这哪像的小孩子啊？所以我们的母亲节也可以有按摩加洗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属于我们自己的母亲节的故事跟传统。小朋友，阿比你要说，你让阿公上面洗碗，按摩你要回去跟妈妈按摩跟洗碗吗？明年我们绝对有希望的。小朋友、大朋友，我们的节日怎么过？我们期待我们的小孩怎么对待我们，取决于他们看到我们怎么对待别人。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大朋友、小朋友，我们都一样，我们都在彼此互相学习。很多时候，小朋友，我要提醒你哦，不是每一个人在母亲节的时候都有妈妈能够跟他一起过。所以，只要请你记得这一点。如果你有妈妈能够跟你一起过节的话，请你好好把握。等到有一天你自己当了妈妈的时候，你可能才会开始想念自己的妈妈。但是我们都在这个当中，我们一起学习，好不好？不管是我们母亲节，我们的传统是什么？是来到教会，是等一下我们下去有
有好的餐点，对不对？哦，母亲节的传统就是要带碗啊。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来洗碗吗？不要，没关系，我们还是有盼望的。哦，在家里已经洗自己的碗，所以我们要检讨一下，以后他们不帮我们洗碗，因为我们都叫他洗碗。好，所以我这个时候我没有特别的故事要给大家，但是我想让我们每一个人重新来思考，我们在过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想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小朋友，如果有一天你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妈妈没有跟你在一起，你可能到外地去工作了，请问你可以做什么？打电话、视讯、传简讯、写信。如果到时候还有邮差的话，再来寄一个蛋糕给他。还好寄一个蛋糕，不是吃一个蛋糕给他。希望我们每一个小朋友都在今天很特别的日子去思想2018年的母亲节，你开始要想以后你要怎么去过你的母亲节，让这个母亲节不只是一个形式，让这个母亲节都能够像刚刚英格兰所讲的，能够回家探望父母，好不好？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借由母亲而生。也许今天我们所过的母亲节，妈妈不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恳求你，让我们在母亲节的今天，我们重新献上我们的感谢，对神的感谢，对妈妈的感谢，让我们能够提醒我们自己，不管是一个晚餐、一个礼物、一通电话，或者是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一件事，求你都让我们好好把握，向你献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小朋友。